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近排睇完覺得好有共鳴、好值得推介嘅書，就係由宋墨寫嘅《人生沒什麼不可放下》。相信好多朋友同我一樣，生活喺呢個急速嘅社會，每日都俾好多資訊、工作、人際關係嘅問題包圍住，有時真係會覺得好攰啊，個腦好似停唔到咁。好多嘢明明想放低，但係又放唔低，繼續綁住自己。如果你都有類似嘅感覺，咁呢本書可能就係你需要嘅心靈解藥啊！人生沒什麼不可放下呢本書個名已經好直接咁點出佢嘅核心思想，就係我哋人生入面其實冇乜嘢係真正放唔低嘅。作者宋墨用一種好溫柔、好有智慧嘅筆觸帶領我哋去思考，究竟係啲乜嘢困住我哋呢？係過去嘅遺憾啊，對將來嘅焦慮，人哋嘅眼光，定係自己對自己嘅過高要求？書入面透過好多生活化嘅小故事、精闢嘅分析，同埋一啲充滿禪意嘅思考，教我哋點樣去放下。呢個放下，並唔係叫我哋去逃避或者放棄，而係一種更高層次嘅接納同埋釋懷。當我哋學識放低一啲不必要嘅執着，反而可以活得更加自在，更加專注喺當下。我最深刻嘅有以下幾點啊：放下對完美嘅執着。我哋好多時都想將所有嘢做到最好，想成為一個完美嘅人。但係書入面提到，其實世上並冇絕對嘅完美，接受自己嘅不完美，反而係一種力量。呢點對我嚟講好有提醒嘅作用啊！學會同負面情緒共處。人生總係有高低起跌，負面情緒都好自然嘅啫。但係書入面唔係叫我哋壓抑佢，而係學識觀察佢、理解佢，然後慢慢放走佢，唔好俾佢控制我哋。活在當下嘅重要性。我哋成日憂慮未發生嘅將來，或者後悔已經過去嘅事，但係往往忽略咗唯一能夠掌控嘅，其實係當下。呢本書不斷提醒我哋要將注意力拉返嚟，感受生命每一刻。人際關係中嘅放下，有時我哋會好在意人哋點樣睇自己，或者對某啲關係有過多嘅期望。書入面都有提到點樣喺人際關係中保持一個健康嘅距離，放低一啲不必要嘅期望，令到關係更加舒服。我覺得呢本書非常適合覺得生活壓力好大、成日焦慮嘅朋友，對過去某啲事耿耿於懷、放唔低嘅朋友，想學習點樣簡化生活、揾翻內心平靜嘅朋友，或者純粹係想睇一本可以俾到心靈慰藉嘅好書。人生沒什麼不可放下，唔係一本會俾你好複雜理論嘅書，佢用好淺白、好貼近生活嘅方式嚟引導我哋去思考同實踐放下呢個課題。佢嘅文字好溫柔，好似一個朋友喺你身邊，輕輕咁提醒你，其實都冇乜嘢係咁大不了嘅啫，放過自己啦。